雕以及万寿菊花浮雕，整体的建构形塑了白杨圣庙的建筑文化特色。本栋建筑物预估可达100千年以上的时间。好的，各位前贤，现在您所看到的祭天的仪式来到了第一个步骤，是鼓三言。典礼开始前，须先击鼓3次，称之为鼓三言，而言乃警戒之意，以及提醒众人典礼即将开始，务必诚心肃穆。好，接下来呢，鼓三言，头通鼓，它的击法是先敲鼓边一下，以双还有单为一组的基本架构，再以轮音逐渐加快，最后打一下鼓面结束。而在印中的部分呢，也会紧接头通鼓后敲一下。接下来是二通鼓，也是先敲鼓边2下，以双单双，紧接着头通鼓后敲2下，为一组的基本架构，再以轮音逐渐加快，最后打2下鼓面结束。鼓三言。为天恩耀十方，三齐应运天道降，祖师贺命度元皇，白杨圣庙永流芳。
圣庙，落成大典。典礼开始。谢谢哈。后学是宝光玉山李瑞祥哈，现在由后学来负责讲解哈。现在各位看到画面，这个是叫做通赞，或者说叫执礼人员总执礼。在古代的话，它就是叫通赞。那以现代的语气来讲，它的现在的作用就是总司仪。它的司仪这个地位就用通赞执礼台。那里面的所谓的司仪或者说通赞引赞这个在古礼里面有非常的多。不只是这个司仪是固定的，然后引赞，什么叫引？就是它会引动，然后它会流动，它会走来走去。那现在各就排班，那这个排班，各位前言看到这个祭这个仪仗队我们说自古以来从明清时期的仪仗队，如果说皇帝要祭祀天地的时候，有一个仪仗队。皇帝还没有离开宫廷的时候，这个仪仗队在据史料记载，清朝的时候最长的时候延续3公里的仪仗队。这个仪仗队越长，表示说国力越强，也就是说我们的道场的这个仪仗队拉的数目越长的话，那以后万国9州的道亲都回来参加仪仗队，就是说我们的整个队伍阵容庞大，也就是说我们的道亲的人数多，我们的道场的力量更强，它的含义就在这里。现在听到这个鼓声叫做转班鼓5步1顿，左脚先，左右来，左脚右脚。好，这个是转班鼓现在刚刚是乐声艺声在最上面的平台上负责音乐演奏的以及负责唱歌的，然后现在是义武生就位，那义武生是跳8佾舞的。那我们说从周礼开始，从周朝的这种礼节开始我们说孔子批评我们说季恒子义武于庭，指的就是这个义武。好，接着转班鼓，义武声、乐声、歌声都需要转班鼓。各位可以看画面黄色的义武声8佾舞的义舞。好，现在是监礼以及纠仪，在整个仪式的场面里面必须有人监察就是现在我们讲说监察委员，然后纠仪就是纠察委员，然后不管是监还是纠，就是有监礼纠仪，有这种官员来视察我们的仪礼是不是合乎古礼，或者说有没有合乎什么道统是不是随便乱做也就是说自古以来监礼纠仪这2个官员的历史地位都是非常的崇高。再跟各位前人解释一下这个祭祀我们用说所谓叫祭天，可是我们这个祭天用的是什么？古代皇宫祭天的观念。这个皇宫祭天的观念，这个天指的是我们说昊天上帝，可是呢我们现在用的天是我们的明明上帝也是我们的天，可是这个天指的另外一种含义，就是上天的五行观念。很多人说我们这个祭祀跟外面的祭祀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仪式上是一样的。我目前所用的仪式是用明朝朱元璋开国元年，就是在1368年朱元璋开国元年的时候1368年岁次是戊申年岁次戊申年的祭天的仪程我们是仿照我们说朱元璋的这个仪程。那这个规模是按照朱元璋3年的时候在金陵祭祀的时候的规模。这个有时候是一种巧合，这个朱元璋是在金陵建都，那金陵是什么？就是现在我们讲说南京。那后来到朱棣的时候建都的时候是移到北京。如果说我们说用朱棣的话，第3皇呢就是明成祖像我们现在讲的明成祖。如果用明成祖的仪式的话，他是在北京建都。可是呢我们用的是朱元璋，我们这次的仪式是用朱元璋的仪式好，最后2声动就是整个步伐停止，各就各仪。好，再来就是陪祭官。那陪祭官再来就是在底下培育文武百官，就是以前讲的文武百官的意思。
好。分县官就位。好，现在是分县官。我们说在皇帝祭天的时候，他只有一个正县官，没有分县官。皇帝祭天，因为以皇帝为大。可是呢，在道场或者说我们在世俗的礼节里面，还是必须要有一个分县官。各位可以回想说，我们在我们的佛殿里面，我们说主神是明明上帝，可是分县是谁？分县就是2位法律主，律法律主以及官法律主是我们的分县。那我们在白杨僧，我们说我们在我们的白杨圣庙里面内殿我们就以明明上帝为主没有分县好，现在正县官就位因为这是正县官是为一贯道总会的理事长，所以就以他为主。那以辈分来讲，当然是以韩老顶南师是最好了。可是因为这主轴是以一贯道总会，所以就以一贯道总会的理事长作为正县官。好，现在接下来的仪式应该是迎神。好，现在用的是明朝的礼节，以和为贵，不是以和归。是音乐都以和为什么？好，什么什么之曲，什么之曲？好，这个是和之曲。所以这个迎神是什么？中和之曲。那说上香里束和出现是授和。好，这是明朝的礼节。那有些人说，为什么用明朝礼节，我们不用清朝的？那我相信世俗上都有一种讲法，叫做本朝不用前朝例。回观政治当然我们不谈政治，可是呢，回观政治，很多政治人物自己在当市长或者当任首长的时候，前朝政府所做的事通常是被否定。那相对我们说，从我们民国起我们说中华民国来讲说，中华民国推翻满清，就是否定满清政府的作为，所以本朝不用前朝例。我们玉山宝光圣堂所用的礼节都有明朝的礼节。今逢白杨圣庙。好，迎神这个迎神台我们设定在平台上的后方迎神。天放瑞财，地接祥云。好，刚才因为在解释在迎神的时候时间会比较长一点，那后续再来解释一下祭天。祭天从我们都说从很多说从周礼开始，周朝礼节。而如果说翻开史料来说，周朝的礼节，周礼只有音乐跟舞蹈，没有仪式。那周礼从夏朝夏汤开始是什么？我们说封建我们奴隶制度的开始，我们应该讲华夏奴隶制度的开始，一直到周朝的奴隶制度的结束，到秦朝统一中国，应该讲整个中原的统一之后是什么？政治的统一。那整个大中华地区、大中国地区文化的统一是从哪时候？从汉朝以后才有我们说文化的统一。所以我们这个仪式里面的三献礼取自的是什么？汉朝的文化。一般讲周礼只有音乐跟舞蹈。孔子三思书定礼乐这个礼乐就是音乐跟舞蹈的一种音乐文化。而且按照史书记载，周礼指的是中国北方的文化，那南方的文化是什么？楚辞所以我们说诗经尔雅这些都是属于北方的，南方的是属于楚辞。好，一直到汉朝的时候我们说中原的统一，应该讲说汉文化的一种统一。所以我们现在整个延续的文化都是汉朝之后。那等一下我们会有三献礼，等一下后面会再来做一个解释。刚才谈到我们说从周礼，那从周礼周天子我们说祭天都是一种星辰的观念。这个星辰观念是指天上的5个星斗，金木水火土。那我们现在很多人把金木水火土变成在地上的金属的水地上的水，然后树木的生长，火呢火的烧，土呢地上的土。可是呢天子的祭天观念是星辰观念，天上的什么土星木星火星这些星斗观念。所以我们的祭天的观念我们现在在参与祭天也是延续的帝王的星斗观念。那五行的相生相克像说今年是什么今年是庚子年，那庚属什么？属金。然后子呢子属水，那
这个按照的标准是什么？用纳音五行。纳音五行今年是庚子年，纳音五行属什么？纳音五行属土，土生金，金生水。那所以今年我们说开个玩笑，大陆现在就说今年的肺炎新冠状病毒肺炎非常的严重，因为什么？庚子年的关系，庚属金，金什么？属肺，伤肺，金伤肺，所以肺炎就很严重。然后金生水，所以大陆整个今年的水灾非常的泛滥。好，现在开始是读注，这个是书寅神书文。书文跟注文的差别在哪里？寅神的时候是书文有些人说不是已经无极老母经住在我们的殿堂那边，我们为什么还要寅神需要试问各位道亲各位前贤，你自己家在办喜事的时候，你要不要邀请亲朋好友？要不要广发武林帖？要不要邀请请帖？好，这个书文的意思就是类似于请帖。我们家里在办喜事，我们无极老母在办喜事，可是呢，你没有收到请帖，不好意思来，所以在寅神，这个寅神的意思是诸天神圣的意思，诸方仙佛都可以莅临来，我们来跟老母参加。文武礼乐，三县坛庭，祭望大同，万邦亲临。好，各位看到画面左方的蓝色衣服为乐长，这整个乐团归乐长我们所掌控。他的手上的乐器应该是什么？叫冲读，在古礼里面，明清时期叫冲读。那冲读是什么？冲读就是在以前农业的社会里面捣米捣玉米的一个工具。可是这种东西失传了，所以现在各位前贤刚刚看到的，应该说刚刚画面有回来，那个叫做拍板。那这个拍板在现代来讲是一个节拍的乐器因为冲读已经找不到了好，左上角可以看到那个乐长拿的叫拍板四拍一小节打一下稳定整个乐团的节奏现在是看到好像很简单，对，它现在很简单，可是训练的时候都是乐长在训练。好，各位，现在这个画面是在迎神台，刚才跟各位前贤汇报了这个迎神的时候，就是说邀请诸天神圣来老母的怀抱中，我们来做客。在整个这个雅乐的进行各位画面正方看到这个是叫编磬，编磬相对的对面有个叫编钟这一套编钟是在30多年前从大陆进口到台湾的那这是应该算第一套从两岸分离之后第一套从大陆到台湾的一个编钟乐器。那现在距我们说我们说78年的时候，在湖北武汉那边有出土一套编钟叫做曾侯乙的出土编钟，距今2400多年的历史当年在1980年代的时候，那套编钟是算在人类里面人类文化史里面最大的一套我们说集成性的乐器。可是几年之后，在马王堆又出了发现了一套更古老的编钟距今3000年的历史，所以我再往前把我们中华文化的历史再往前再推了500年的历史。全体恭迎明灵。好，所以各位前贤在看的时候，这个仪式现在看没什么，光这个听这个音乐的部分，这个音乐包含了阴阳五行五行八卦在全部包含在里面。我们说天干地支每年在变今年是庚子年明年是辛丑年那明年的音乐跟今年所要演奏的音乐会不会一样今年演奏的音乐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一次都一样。而在台湾的孔庙包含在大陆的孔庙这些相关的文物单位，他们所演奏的音乐历年来都一样因为没有人真正去研究因为生活的转变音乐要转变，所以今年各位前贤听到的这个音乐是不一样的。哪里不一样？今年的音乐是用的是什么土调式、宫调式。等队伍进入白杨圣庙。那什么叫宫调式？就是说戊己土，我们说云雷正开戊己土，我们的经文里面云雷正开戊己土。那戊己土是什么？中央
那中央土是什么？在音乐属什么？属宫啊，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不是一般讲的是宫商角徵羽啊，宫商角徵羽五音里面的第一个宫就是哆，我们一般讲的是一个哆调式啊，这个是我们汉人的一个音乐一种特殊哆来咪嗦拉的意思一样啊。如果说这个音乐啊，各位先前比较耳熟能详的，要代表作是谁？邓丽君的《小城故事》。小城故事就是纯粹我们中原民族的五声音阶。如果说各位听到那个小城故事会心有戚戚焉，表示我们汉人的血统根深蒂固在里面。好，五声音阶是我们所喜欢的，好，也是我们所熟悉的。现在看到这个画面我们说从正线官引领的分线官往上，那分线官分成为粗线、哑线以及中线三方面的正线官。因为这个阶梯总共是108阶梯，所以我们的分线官总共也是108位。好，各36位。好，粗线36，哑线36，中线36，加起来108。那在旁边有一个叫做陪祭官也是108位。那各位前贤看到的旗帜。好，也是108，好，总共有3组108。各位先贤现在所看，我们说整个听到音乐这个在古礼里面称为雅乐。那什么叫做雅乐？雅乐就是自古以来宫廷里面的祭祀音乐。宫廷里面有祭祀音乐，那就有什么叫响乐，就是什么宴会时候的音乐，那叫什么？那个就是叫宴乐。这个代表了什么？一个国家至高的什么一个礼节。像各位看这种画面是一个非常盛大，我们自古以来这个应该讲说叫汉文化。这个是汉族才有的一种特殊文化，这个在中国的少数民族没有这种仪式，这是汉民族的文化。好，所以各位前贤看到他们我们做这个雅乐的衣服，当然这雅乐衣服是在1967年大陆叫做文化大革命，台湾叫做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时候所对衣服的改良所重新规划的。前面这个叫做什么那个旌旗队，旌旗有旗子，有灯，有炉。好，这个在传统文化里面的一个表现。好，迎神队伍从诸天神圣恭请到我们的母殿内殿里面接受老母的招待。各位看到这些乐器，好，现在左边这个角度看叫做钹腹我们是阿贝安是钹腹好，是打击的乐器，这是一个节奏性的乐器。好，刚才有跟各位前贤汇报，上香礼自古以来是祭天自古以来就是皇帝专有的权利，所以上迎神就是皇帝来迎诸一样是迎各方神仙进入。今天如果说是在元丘我们说天坛，北京天坛它的元丘是以祭天为礼，它的祈年殿就像我们的白杨神庙一样是五谷丰收，还有一个祭祀祖先的那个黄琼宇正线官、祝文官护卫，请坐下。好，各位看到2位礼生引着正线官，这2位叫做引战。好，引动的引，好，引战，他一边讲一边引，然后一边要附送。好，请谁到就位？好，现在是请正线官复位，他的权，然后到点的时候一个长音。
各位看到那个大大的旗子，好，两边有一个旗子，这是乐徽，音乐的乐，好，音乐的徽章，好，咬字不清就会称为岳飞，好，不是岳飞，好，不是北宋时期的那个民族英雄岳飞，好，好，乐长喊乐子，音乐就停了。好，所有的正县官啊，要各就各位，那等一下就要行上香礼。啊，整个仪式里面我们说我们说雅乐里面分成为宫廷音乐以及什么养圣乐，那后续就有时候会跟各位前贤在聊，那代表台湾的主轴音乐是什么？代表国家的音乐是什么？什么音乐可以代表我们中华民族？什么音乐可以代表我们白羊盛世？好，现在要请各位正县官要复位复到原本的位置。好，跟各位解释这一次的仪式是以天干、10天干以及12地支我们说10天干大家都很清楚，就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以及壬癸叫10天干。12地支呢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为12地支。10天干加12地支演变为什么我们的整个祭祀的一个依据。然后中间配合的阴阳五行阴阳有正有反，然后五行金木水火土。好，现在是上香礼。那我们讲说现在拉近一点，明清时期的上香礼有没有？正上香礼第一个是谁？上香礼第一个是皇帝一样由正县官来。那再来上香礼谁来上香？就是皇帝的家族，好的太子皇后妃子那些，还有重要的一些官员，行上香礼。那可是呢现在是民主的社会，现在上香礼也有所改变的。第一个是叫做正县官做上香礼，再来就是我们说世俗上的一些贵宾，一些地方上的一些士绅请来做上香礼的动作。那在以前在威权时代的时候蒋介石都会亲临祭孔的在什么上香礼。再来有时候现在后来改变了什么行政院长或者说现在是市长来行上香礼。孔子的祭孔这很多叫做侍奉官奉祀官。好，在上香礼的时候，那后续再来解释一下阴阳五行跟我们说皇帝的祭天有哪边不一样？有深切的不一样。我们道场讲究的是什么阴阳？我们说什么乾坤分班，也就是阴阳要分开，而不是说男女杂糅，男女分开。那男女分开，我们说在自古以来就完全符合什么古礼叫做阴阳。皇帝在祭天的时候有没有阴阳？皇帝在祭天的时候没有阴阳分班，皇帝祭天的时候只有一个纯阳之体。为什么？皇帝自古为真龙之身，龙为阳，没有阴，所以皇帝在祭天的时候，整个祭祀的氛围都是为他们皇家而伺候而服务。可是呢，道场的祭祀讲究的是什么？乾坤分班，也就自古以来强调的乾坤分班之后就是阴阳分开，有乾有坤，而且一定要按照古礼来，不可以越矩。当有阴阳之后，才能什么？阴阳生无极，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然后进而384爻卦。等一下出现你的时候，后续会在384爻卦再跟各位前言解释一下。现在回来谈到阴阳五行，有乾坤，各位看好画面里面现在是乾道，对面一定是坤道。可是呢，自古以来的雅乐，各位看到的只有乾道，没有坤道。那现在各位如果说看台湾的祭孔一定会发现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在音乐的舞蹈里面，
是乾坤杂糅。那谁比较矮，谁排前面，不管他是男生还是女生，音乐在演奏的时候，谁比较矮，谁排前面，也不管他是男生或女生。所以他在演奏的时候，现在整个孔子啊，在祭孔，孔庙在祭孔，变成什么？已经没有章法了。也就是说，在祭孔的时候，没有按照我们古礼里面的什么叫做男女分班。各位看好那个有最大的那个钟，就是印钟，从编钟、印钟，那个印钟是什么？每一小节的第4个音要演奏这个音。每一个乐器有它特殊的演奏点。编钟每一小节的1、3拍演奏。好，各位请你看到前面叫编磬，每一小节的2、4拍在演奏，然后形成一个叫做什么钟鼓齐鸣。我们现在很多人在听音乐我们说都要想叫立体声效果，西洋的音响做得不错，可真的不知道我们汉人自古来这种雅乐本身就是一个立体声效果。如果说各位前贤有回想过去到孔庙，一定会发现自古来我们汉人的寺庙都有一个什么面向外面，左边为鼓，右边为钟。那是什么？叫钟鼓齐鸣。然后内殿有什么？也有钟跟鼓，这个是一个立体声的音效果。在自古以来数千年来，我们汉人的音乐就演奏出那种立体声的音乐。有时候就是要透过这些古礼来了解什么叫做文化。我们有没有了解自己我们说汉民族的这种音乐这种文化或者说仪式。尚书你们想，国之大事，祀与戎。什么叫祀与戎？就是祭祀，跟戎是什么？战争。国家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战争，战争是保护我们的国家。戎呢，祀呢，祭祀，祭祀也是一种教育，教育我们的子民要什么？慎终追远，要爱国爱民。好，现在是上香礼在整个雅乐的流程里面，上香礼是由音乐没有歌词。那刚才没有跟各位前贤解释一下，在前面那个叫做迎神，迎神有音乐也有歌词。那有歌词就是说有唱歌，或许就是说歌词稍微简单的附送一下那昆德厚博广富金陵，建业白杨合众神灵，末世感通庄严其容，乘风驾云望至尊崇。现在听这个没什么，可是呢我们的歌词里面是引用刚才讲说朱元璋在1368年的时候，在金陵建都的时候第一次祭天引用他的歌词，可是这个歌词跟当年有没有稍微有点修正？有修正。好，举个例子迎神的时候我们引用的是今年纳音五行是什么？属土。好，今年是庚子年属土，所以我们用的音乐是以土调式来解释了金木水火土中央戊己土连云雷震开戊己土，我们用这个土作为一个音乐的起始。那歌词呢我们说一个昆德厚博，用昆在五行里面的字我们说康熙字典里面的解释，昆属土，然后一直到最后一个字望至尊崇，崇德的崇，崇尚高格德的崇，这个崇也是什么为土。那刚才讲说这种都是什么？在五行里面
我们的音乐在演奏啊，歌词也是配合五行。这个五行指的是刚才有解释了啊，我们是天体运行，土星。那从太阳系的观点呢，从太阳系从太阳，然后水星，然后才是什么金星，然后我们地球、火星，以及什么土星以及木星。好，现在看到画面我们是喊到点燃师，它是等一下我们说出现里的正线观。好，从这种画面看起来非常的庄严。在庄严的环境下，这个在祭祀的时候，本身体力一定要好。好，现在上香礼结束了，那准备各位可以听到鼓声，出现里的鼓声会出来，对，好，然后强弱，就在出现里的时候，一开始再打一个头铜鼓。好，刚才跟各位已经聊到我们说健康的身体，那为什么要谈到健康的身体？自古以来祭祀就是一个健康的一个象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就可以参与一个祭祀的活动玉山宝光圣堂每次在参与祭祀活动的时候，都要求每位道亲一定要锻炼好自己的身体，因为祭祀时间是拉得很长，不只是一个体力的考验，也是自己我们说修道意志的一个表现。出现灵奏乐。好，现在是准备这个出现礼，乐长在喊乐奏。有出现礼，有亚线礼，也有中线礼，这简称为三线礼。那三线礼的由来是什么？三线礼由来我们可以推测我们的老子的《道德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所以有三线礼。好，现在义务生准备了。出现礼有音乐，有歌词，也有舞蹈。好，舞蹈才跳了。第一个动作向上，就是中央转向东西方，转向南北，看后面，转后，再转向东西。正线观，分线观，出现里总共有32个小节，出现里有32个小节，亚线里32个小节，中线里也32个小节，也就是总共有696，就96元人。然后每一个字，每一个动作有4个分解动作，96乘以4等于384，等于我们易经里面的384爻卦。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祭祀跟我们自古以来的易经是紧密的结合。好，现在看是出现礼的分线观，跟着正线观，然后后面跟着是读注文观。前面开始的时候有读书文，是迎神的时候，现在准备要读注文。那注文是什么？注文就是跟上天禀报我们这一次的仪式，我们这次的活动的一些跟老母禀报。那这个时候哪时候禀报？在仪式的第24个动作。第24个动作的时候，我们做个禀报的动作。所有的义务生，到时候各位看，我们的符符在下面。很虔诚的等注文，跟上天禀报。
好，所以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哪边是门道？我们总共只有32个动作而已。那32个动作，不管你的距离的长短，它的时间控制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从外面的人看不出来，整个仪式上有时间的控制。所以仪式上，我们说，不管是礼声还是乐声，都在这些仪式上、仪轨上，不能出任何的错误。好，如果说有出错误的话，好，整个时间上会就延迟到了。可以看到刚才韩导点燃师他想要至于插香，鼓礼里面都是由礼声代为音，就是所有的都是由礼声代为上香。那什么叫礼声？如果说按照古礼里面为什么巫？如果说按照说文解释为巫，巫为什么？好，如果说按照我们说中文里面来解释巫巫师的巫这个字，就是说上面一横，上面一横，下面一横，中间一撇。巫就是可以贯穿天地的人，那人有阴阳左边一个人，右边一个人，阴阳。巫那有些解释为什么？为有些Google 里面解释为是什么？有超能力的没有错。所以我们的仪礼的这些礼声都是道场的一些前辈一些点团师有天命的，所以在那边在执礼，虔诚的执礼。那现在如果说按照可能去外面是看到一些寺庙或者说孔庙，他们的执礼人员可能是一个小朋友，用小朋友来执礼。那小朋友对于这种礼节还没有一个认识。今天如果说要参加这一个祭典活动，今天不是道亲，没有亲口，要参加这个活动通常在道场都会要求要来参与的人至少要参加这个活动要斋戒沐浴。然后我们说持斋至少要我们说要1周皇帝祭天的时候也要持斋。那我们说从明朝一直到清朝结束开始的要求。好，现在说第24个动作，请各位请看好所有的义务生在伏虎在那边做。全体遂。好，准备注文了。恭读注文。好，注文最主要是跟上天禀报我们这整个仪式。注文为中华民国109年岁次庚子季秋初1日，台中市雾峰区丰谷路900号，新闻汤文万总裁德功浩大，愿力无边，新建白杨圣庙，呈现于中华民国一贯道总会，一心弘扬儒道，留名白杨史册，言行永乐金石，善德感革地天，知逢落成启用盛典。中华民国一贯道总会荣誉理事长韩万年率中华民国一贯道总会理事长王保忠及各位理监事等，齐集于金陵山中白杨圣庙坛内，恭诚庆贺，并醉无词曰：灵山青云现祥光，紫气簇拥圣庙堂，殿瓦映日千年秀，雕栏星辉万代芳。天时地利人和顺，弘道木铎天阴阳。存两贯一至中道，大儒应运富纲常。众志成城勋功立，
三线单程成贵江，义无屈身并俯仰，雅音盛业庆启航。道气焕发雕像烈，永怀前贤万苦长。天道好还无亏负，万古馨香煮豆方。一生未到披星月，正己化人修中皇。天恩浩荡荣宠事，领恩耐遭寿无疆。汤种文万愿力大，建造圣庙印山阳。德功浩大史册载，永乐金石显清堂。良辰落成天年庆，各主各县沾荣光。礼乐齐备万邦化，至诚忠义德教扬。道运天开新气象，正大光明严义章。天恩共沐遍六合，老水还朝神州洋。承启地天承太运，克己复礼归人乡。重见光华复旦日，解运复彩歌兰峰。中华民国一贯道总会理事长韩万年率中华民国一贯道总会理事长王保忠暨各位理监事等恭祝。好，这个就是我们的朱文。好，刚才有解释。好，迎神的时候有迎神书文是禀报诸天神圣来这边做客。那这个是出献礼的时候跟无极老母，我们的老母禀报。好，我们的这个仪式，好，我们这个叫落成这些辛苦艰辛让上天知道。好，现在要出来了外面的义务要准备要进行了。刚义务是中段。行3鞠躬礼，1鞠躬，再鞠躬，3鞠躬，复位。因为在整个仪式上最清楚整个礼节的只有礼神的仪式，他们清楚我们说自古来皇帝会对这种仪式很清楚不会，所以必须由礼神来引导。好，从这个角度靠我们比较近的叫做乐歌声比较远的叫歌乐声，乐声跟歌声，乐声是演奏音乐的，然后歌声是唱歌的。那现在解释一下歌声。那歌声它在里面的作用是什么？第一个是训练那个唱歌。可是呢，在唱歌的时候，道场比较没有比较注重这，可是在音乐训练的时候必须什么？气聚丹田，必须把什么气，丹田的气给唱出来，不是纯粹用一个喉咙吼出来的声音就可以，而是气聚丹田之后可以什么唱歌可以直达天听，有点类似于我们说藏族西藏藏传佛教里面的金刚吼。常年的训练你的喉咙的声音，当你的声音出来的时候直达天听，也就是说我们在整个雅乐练习的时候，喉咙的声音出来必须经过什么？经过丹田的力量。好，那丹田的力量出来的时候，气就能顺。一般道家讲说精满益气，气满反虚。也就是要雅乐雅乐的练习跟它的训练会造成什么？身体的比较健康。记得我们现在在台湾的辅仁大学社会学系跟心理系社会学系跟社会学院心理系，他们有一项计划叫雅乐舞的计划，就是训练雅乐舞蹈让人的心灵上能完美的结合。好，这个5个动作，2、3、4。好，第5个动作放下来。好，准备雅献礼。好，各位听鼓声，雅献礼要开始了。好，现在看这个画面叫鱼，是类似一个老虎。这个音乐是打它，让它几个节奏的一个乐器。
那这个音乐响起的时候，就是音乐结束了。好，现在准备要雅献礼。那这一次的雅献礼用的是什么？水调式，也就是什么语调式。刚刚开始的出现礼用的是宫调式，现在雅献礼用的是怎么用语调式？那语调式用现在的语调来讲，叫做拉调式，拉哆来咪发嗦拉，拉调式哈。好，如果说各位先贤对于这种会比较清楚一点我们说六律六礼我们是古来的六律六礼里面，就是黄钟大吕太初甲中孤显重礼累宾临终仪者男女无印印中为什么12雅献平均律？礼奏乐，所以我们的雅乐在整个进行的时候都符合了什么大自然一种规划。好，现在准备看到这个叫祝响3声，音乐开始2，第3响，那个陶鼓这个叫陶鼓那现在的以前的话叫波浪鼓，小朋友在玩的波浪鼓，那再放到雅乐里面称为陶鼓。然后在最左边为伯父，不是阿伯不是阿伯阿姆伯父。那看他武艺他武艺他拿的这个干根器，就是盾牌跟斧头视为武艺那钱道。那如果说在我们说清朝，它就是说武功武，然后坤道这穿黄衣服的为文武。那说用的是什么？笛跟约。笛是什么？就是羽毛做的那约是什么？约是仿吹管乐器做成的。正县官分县官就位，中间也要一个节奏的休息。好，雅献礼为我们这次捐献最多的汤总裁汤文外总裁，雅献礼的正县官。好，刚才有跟各位前贤汇报，我们这一次的祭祀围绕了在什么？在五行的里面，有乾坤有阴阳。那五行金木水火土。那五行有一个叫相生相克，那叫做什么？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那相克是什么？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可是呢，在真正在道场的五行里面，要讲求什么？叫做五行平衡。五行平衡好不好做？从音乐、从舞蹈、从仪式都可以来做到五行平衡。那怎么五行平衡？来，后学解释一下。今年纳音五行属土，土生金，所以今年的庚子年庚为金，所以纳音五行土生金。然后金生水，纳音五行金生水。水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年的庚子年的子为水，所以今年的肺炎很严重。我们说新冠状病毒全市蔓延不是没有，按照汉人的这种讲法是没有错。可是金生水之后，水患，那到这边就可以结束不行，所以要五行平衡，要让它演金生水之后，水生木。好，所以我们在演奏的时候，还有到五行的时候，要延伸到木去，所以后面有木调式，然后木生什么？木生火，有火调式，火再生土，一个循环过来就变成五行平衡。也在整个雅乐的演奏历史里面玉山宝光圣堂的音乐演奏，每一次的乐谱演奏都不一样，舞蹈也会变化。那歌词也会转换。假设我们今年用的是土，那哪一天我们的谱拿去改年是什么？水调式，水年的时候拿土淹水水来土淹那就不行了，那就相克了。那各位看到现在这个绿色衣服绿色衣服那个是仿照什么？明朝的战甲
啊，因为在台湾要做一个战甲没那么简单，我们只能用仿战甲的那个模式，就变成武艺的形态。媒体曾尽贡献。好，刚才讲到斋戒沐浴，参与祭祀活动的都要斋戒沐浴。后学小小的透露一下，你们这些看到这些义武生啊、乐生，还有歌生这些文艺，现在看到画面所有的参与祭，他们都知道，每一次参加祭天的时候，衣服要换新的。那什么指的是什么衣服内衣内衣内裤要买全新的不能穿过的，包含袜子都要买全新的。好，这个是说避免污秽之气把我们最纯洁最干净的一面再做一个祭祀的活动这个也叫诚心非常的虔诚的表现出自己。也就是说我们在参与祭祀的这一套衣服参与祭祀的这套衣服不可以进洗手间。好，现在我们说亚献礼到这边先我们说要到一个暂停了，对。可是呢，说因为什么音乐仪式舞蹈还没有结束，所以他们现在还不能动。好，刚才就是后续有解释整个仪式上我们说舞蹈有32个动作，有它固定的节奏，所以里面这些正线官分线官只能在里面稍微试的等待。好，再等一个小节复位。好，那那个引战在带领了正线官要复位了。复位，转过来。好，这个亚献礼所有个动作，视为土调式，往下看为土调式。所以我们说在孟子的四象学说里面不管是修而思进还是什么都有它一个方向。在义舞里面我们说现代的义舞里面也是有这种表现。好，亚献礼的正线官要就位了，复位准备下一个要换成中献礼看一下鼓声来了，中献礼的鼓声。好，鼓声来了，第二响，第三响。好，五声动，强弱强弱强。对于这种大鼓后续要解释一下。很多人觉得我们说道场不是吃素吗？那为什么用牛皮？对，是牛皮可是呢，我们说在佛法里面，当我们说把它做成鼓之后就变成不是乐器了，它是法器。如果说各位前有到西藏去到藏传佛教去看，藏传一些德高的高僧，当他归空之后，他的骨头会拿来做成法器，就是他在生命结束以后，他会把他的身躯捐献出来，做成一个法器，那让他的弟子流传下去。
中县里。所以各位现在看到这些乐器啊，在我们玉山道场里面，我们不会把它认为是一些乐器啊，都是平时啊，就是统统把它供奉在什么？供奉在母殿里面，它变成我们的法器啊，镇守的我们的无极天母殿、无极啊，我们的母殿的内部。好，中县里现在是一贯道总会理事长。好，刚才对面好是祝三响。好，那波浪鼓叫做陶鼓，好，非常的重。好，各位可以好很简单，波浪鼓放大，要能这样打得出来，那个背力要很强。好，这是特重一响。后续要很坦白的跟各位前贤承认，我们这次出来到白杨寺庙来演出有些乐器用的是比较临时一点因为有些大型乐器真的搬不太出来这种大型乐器通常在一个地方一放进去之后是永远的不会搬动。举个例子，编钟编磬的架子我们这次就用临时的真正在玉山的那套编钟的架子搬了已经之前台北几天已经搬了2次已经有点毁损了所以这次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不敢再把它请出来了这个架子都是临时的架子。各位看到这一个边那个钟是玉山敲坏了一个钟了这个钟不是不会坏有时候要大力一点那个钟不能太大力如果乐器不是说无限的力量都可以那么强不行当力量太强的时候，里面的合金应该是合金属的那种铜会金属会断裂。好，各位听，刚刚最后一个音都是移移长音作为一个结束音，就是站立在这里面的意思。再来跟各位解释一下各位前贤所看到这些所有的乐器原则上都是从周朝至少2000年以上我们中原民族的乐器是中原民族刚才有一些角度现在右边的下人叫古琴古琴我们说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就带2样东西不是带钱然后孔子周游列国当时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子周游列国带了2样东西是什么？一个是古琴就是文人的象征，然后第一个是什么？宝剑。当然宝剑是一个地位这种代表，所以古琴跟剑是孔子周游列国的主要乐器。在整个周礼里面的乐器里面以笛子那笛子到底是多久历史？按照我们说出土的文物里面考证，笛子我们说在中原民族里面至今最远的已经可以推敲到9000到10000年之间，骨笛骨头做的笛子。那这个骨头是什么呢？骨是那个叫做丹顶鹤的骨头丹顶鹤的骨头所用成的笛子。说我们的中原民族的古代的人就是在9000到10000年前已经有发明了这个笛子的吹奏。后来箫以及我们说笙这些都是我们说属于中原民族的。那可是呢说唢呐是不是？唢呐不是中原民族的，唢呐是从西班牙我们说阿拉伯世界那边传过来的大约在第3世纪的时候传入我们中原所以它的原始发源地不是我们中原民族的。那有些比较会在研究叫碧丽。那碧丽是不是我们中原的碧丽也不是我们中原的。碧丽在隋唐的时期由西域传入我们中原，可是呢传入我们中原之后我们中原民族没有什么保留，现在传到哪里传到日本去了日本碧丽是他们现在非常重要的一个民族乐器就像我们说有时候中原民族的尺八是中原民族的乐器，对，唐朝的时候是中原的，可是呢日本接受唐朝文化之后，对尺八现在变成日本的国家乐器。谢绝举眉旗，曾
好，各位看到哈，编钟哈，左边的是编钟，右边的是特钟。这些我们说在2400年前的时候，就什么一钟双音，一个钟有2个音。那2个音是什么？通常讲的叫三度音。那是大三度还是小三度？那我知道大三度跟小三度是现在的音乐术语来讲，和古礼里面他们叫做纯律。好，2400-500年前的音律跟现在的音律是不一样的，所以它一钟有2个音。可清朝政府的时候，在清朝的时候的编钟是一钟1个音。好，现在在准备最后一个动作。复位。不管道场再怎么走，音乐再怎么走，五行再怎么样的变化，从金木水火土，不管再怎么演变，最后万法归一。最后几个动作会比较累一点。单跪再起来，跪再起来。对，在依依不舍中准备要辞别老母。好，这个叫万法归一。不管乾道还是坤道，好，现在的画面乾道一样子。好，可以看到那个旗子一节一节的黄色的，那称为直节。好，一节那节是什么？音乐不是，那是舞蹈，舞蹈的指标。什么叫舞蹈的指标？当节抬高的时候，舞蹈进行。当节放下来的时候，舞蹈结束。好，这个鱼最后结束了，整个3线里总共384个动作跳完了。然后现在准备要送神。送神之前我们说3线里的3种鼓再打一次。也就是说，从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我们都是从这个三生万物中研发出来。好，亚线鼓、二通鼓。好，这个看这个画面，我们的义舞是什么？8864，乾坤各32，加起来64。好，称为用8义舞。那这个规模是什么？刚才有跟各位前报告，这是在明台主就是朱元璋建都在建国3年的时候，在金陵的祭天的规模。第3通鼓。这个时候准备要送神了。那送什么神？就是刚才讲说，我们迎神的时候是以诸天神圣，送神的时候就我们老母这个宴会结束了，把所有的宾客要送到外面去，说我们今天这个宴席结束了，这个活动结束了。那诸天神圣去各地方在庇佑我们的白羊的子弟。
好，钟声3响，送神。送神奏乐。好，送神有音乐，有歌词，就是没有舞蹈了。然后刚刚讲说，在雅乐里面啊，我们说用的乐器啊，都是从周朝流传的。刚才说有没有现在像一些国乐团啊、民族乐团采用的胡琴啊？胡琴没有胡琴，在雅乐里面没有胡琴。为什么雅乐没有胡琴？因为从我们说自古以来，我们对乐器的分类叫做金石丝竹刨土革木。金石丝竹，金是指的是什么啊？编钟，石指的是编磬，然后丝指的是什么？古琴啊，不是胡琴，它是古琴。竹指的是什么笛子，刨指的是笙，土是什么？埙，革就是大鼓，木指的是现在刚才看到那个什么柱跟鱼，音乐开始跟结束，这是从周朝就2400-500年2000多年前对乐器的编制它的种类的分类。可是呢，我们刚才讲说以胡琴来讲，胡琴二胡它是哪个时期？在隋唐时期从西域传入到中原的，所以没有在最远到1500年的历史。那1500年历史再跟2000年的历史来比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在雅乐的乐器的分类里面，或者说我们的乐器的用别，就是没有胡琴或者说琵琶。琵琶也是我们说最远只能推敲到汉代也是差不多1800年的历史，还不到2500年的历史。坐一会，无限相三柱。后学透露一下，有些人说宝光玉山你们怎么有这么多的雅乐的我们说技师的人才？这要感谢我们的老前人王寿老前人，他在世的时候一直推崇的礼乐。只能说各位浅显看到这些礼乐人才，大部分差不多90%以上，他们人手都会一样乐器，每一个人至少都有一样乐器的底。不纯粹说就是来练这些雅乐就可以练出来，不行他本身可能就是在国乐团里面的一个团员吹拉弹打就一定要会一样乐器，他才能融入到这个什么，在这个环节里面。那再来30多年的乐团经验之后各位请来看第一排有年轻的有老的很多都已经差不多在乐团里面快要40年的经验。你说现在要不要练？要，为什么？我们说在祭祀的时候，彼此之间需要一个非常有的默契。常年的乐团的经验练习，造就了什么？那个默契十足。而且呢，每个人都会乐器之后，对于音感对于音准的处理就会比较游刃有余。就像歌声在唱的时候，如果说唱出不准旁边的前弦就会互相的去叮咛一下音不准了必须要唱出和谐之音。刚才讲我们说在参与这个祭祀的时候我们的肺活量要好，身体要健康。好，这个叫旌旗，要整个带队带出来了，准备到什么送神坛去，由旌旗带队。所以各位请先知道我们说迎神跟送神的意义在哪里不是无极老母就要出去了没有我老母永远坐镇在母殿里面只是诸天神圣他必须怎么再去到处去庇佑我们的白羊弟子。
好，这时候送神出来的时候是正线官带队，然后分线官有出线的分线官、亚线的分线官以及中线里的分线官。好，总共108位分线官紧跟随在正线官的后面。一般来讲说，古代皇帝祭天的时候都要斋戒沐浴7天。有些道场我们说有些活动的时候，如果说外面的前贤要参加道场的活动通常也是会通知他要茹素1星期。在道场很多前贤都会谈贤者之际必受其福。然后很多都讲这一句话而已。那后面的这句话，贤者之际必受其福，福者备也。那后面都没有讲得很清楚，什么叫备也？就是你要参与祭祀的人员你必须要准备好。第一个准备是器具要准备好，第二个要准备什么？自己身体的健康状况要准备好，才有可以参与这次的祭祀活动。一开始后续有在强调玉山宝光圣堂的参与祭祀的人员知道我们今天10月17号要参与这个落成大典，每个人开始就会怎么样去注意自己的身体，不能感冒然后呢我们说站的功力要再增强一点，平常可能站不了那么久，今天一定要站满4个小时到5个小时之间这个站的体力也要练得出来。有些说脚的什么关节不好，可能我们说在站的时候，可能你的护膝也要准备好。贤者之际必受其福，不是要求福报，而是你要去准备好很多必要的祭祀工作。这种祭祀的工作不管从哪一个角度来看都是觉得非常的庄严。众一归。好，现在这个是送神的音乐，又回到宫调式，就是从宫调式来转里面的五行的转变，从宫商角徵羽，五行相生。宫为什么？宫为土，土生金，金为什么？金为西方商，然后商西方金生什么？金生水，水为什么？为雨，为北方水，所以语调是水，语调是生什么？语调是拉。宋神书文为水生什么？水生木，木为什么？木为绝就是咪，然后咪生什么？绝，木生火，火为什么？火为南方，火为收，来收再生什么？土为什么？收生土就为什么？为兜就是说宫商角徵羽相生。
五行平衡。那我们现在做送神，又回到了土调式，所以五行平衡。言意刚长，众等忝于生生未报，愧以信光未圆，供奉明明上帝，诚惶诚恐，未达报恩重德，单承三跪九叩，忧虑未报万仙神功，恭喜万灵真宅，皇母恩慈，好，现在是送神书文，娇生儿女，恳祈消弭浩劫三灾，是以平康物一般按照台湾的世俗里面来说，送神是不需要在送神书文的。可是因为这个是第一次，很多白杨圣庙的落成，第一次有送神，所以为了圣颂，就把送神书文也禀报上天。公列两班，恭送明明上帝圣驾，诸天神圣圣驾，万仙菩萨圣驾，各位法律主圣驾，无任仰慕圣佛神光，弃手叩首，恭送完语。中华民国一贯道总会理事长王保忠率各位理监事等叩首恭送。文成书。现在是要焚表了哈。好，将今天祭祀报上天。一叩再叩，三叩四叩五叩首。起，奏一放手鞠躬，全体恭送明明上帝、诸天神圣及万仙菩萨行5鞠躬礼，1鞠躬，再鞠躬，3鞠躬，4鞠躬，5鞠躬，鸣炮。护卫，遵圣者护卫。乐章喊的乐子，准备最后一个仪程哈。望了奏乐，乐奏十号之权。好，望了就是将原本送我们说敬送的那些礼品哈，在这个望了的时候焚烧给上帝哈。明明上帝，那说在皇帝的时候，以前在焚烧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做玉器玉。可是现在因为玉太贵了哈，买不起哈。好，最后跟各位前贤来做汇报。各位听这些音乐啊，还有它的歌词，很简单。一个字一个音，很多会音乐的人都会弹雅乐，很简单，对，很简单。那这个代表什么意义呢？
这个意义就是说，其实我们的人就是很简单，我们的心思也很简单，我们一点都不复杂。借由音乐的简单演奏，表达我们的心思是单纯的，也就是因为我们是单纯的，跟上天禀报，我们是单纯的，我们没有任何的想法，就是希望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由7位我们说礼生值里面的那些贡品包含什么？包含那些文章记那些。这忘了最后的歌词是规避城前灿烂金银，碧帛麦黍，计策长城，奉神于殿，朝事有成，肃然望之，欲以为帝。现在有很多人想要复古这种雅乐比较不好复。为什么不好复古？因为没有信仰之虔诚的心。很多人都是一样要画葫芦，好想要这样做一样仪式就可以做出来，可是做不出那个精髓。仪式必须发自于内心去做，才能感动上天。相信就有力量，当然不相信的时候，那叫一样画葫芦。各位亲贤现在看到整个仪式是非常坚强的一个阵容。目前大陆说社科院在台湾的田野调查，就是调查我们说这个仪式他如何坚持给自己的信仰。事了就是开始烧。鞠躬礼，请脱帽，一鞠躬。注意执礼人员执礼人员他不会动，三鞠躬，不会跟着鞠躬因为他是执礼人员。鸣炮，一同复位。
好，这整个仪式真正的接近尾声了。当然，复委完的时候，我们这一次落成大典就真正宣布结束了。后学跟各位前贤的解说也告辞告一个段落谢谢各位前贤，谢谢。好，我们最后进行颁奖仪式，我们恭请马典长师慈悲。我们请韩老就位，请韩老就位，请王理事长也上来请就位。王理事长，谢坤德点燃师、胡水旺点燃师请就位，还有我们汤凯瑜、那个小董请上来就位，还有黄董事长。还有我们谢设计师，请大家上来请就位。还有请汤总裁就位，还有请我们的韩老请就位。好，各位在座的前贤，各位在座今天与会的各位人员，我们真的很不容易，看到了天坛的完工落成启用，经过了一段漫长的岁月，奠定了一贯道全球的发展。也可以看到，今天我们得到国家对我们的肯定，我们国家的元首、副元首都来了，这么多的嘉宾来给我们恭贺。最重要看到，今天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一贯到各组各线，大家全力以赴。宝光玉山的乐队、仪队，我们真的值得给他们肯定，为我们今天一贯道总会的祭天投入了很多的心力，也感谢我们的前人的带动。总会各组各线全体的支持，我们大家用拍手的掌声，谢谢与会真的好多的工作人员，掌声鼓励。接下来跟大家报告一件事情，当我们的今天的嘉宾离开的时候，国安单位今天做了一个评语给我们，他说在外面那么多的社会的场合，那么多的人员动员，那么多的动线安排，没有一场像今天一贯道所办的活动，虽然人很多，交通井然有序，人员就位井然有序，人人脸上带着笑容，大家人人这么有礼貌，这能够程序这么样的顺畅进行。他说，在一个社会的活动当中，可以看到仅有一贯道有这一个道风，所以让他们讲给我们很高很高的评价。我们对所有的手语表演者，包括今天的我们的玉山乐团李生、仪生，我们可以看到，那么长官们说，应该在国家很多庆典，可以看到手语队的表演，来让大家看看一贯道整齐划一的精神，也为我们大家全体的付出，值得给我们肯定了。我们大家再为今天所有人员肯定一次，好不好？谢谢大家。我们即将颁奖，后续来跟大家讲颁奖。李生，请准备就位哈！各位在座的点燃师，在座各组线的各位前贤，首先真的感谢我们的汤总裁，在这20年来的奉献付出，所以由韩老点燃师，及我们的总会代表给我们汤总裁嘞，颁奖，韩老。面向大家，来，我们面向大家，韩老代表总会颁赠我们汤总裁一个总会的所谓的纪念品，供在我们的道场一贯道之光。汤总裁本身为营建好，理事长请进来拍照。汤总裁发心捐献白杨圣庙。好，我们看前面，感谢总裁在这20年的兴建付出中的心血、财力、物力，
以及他的心力，有今天这一栋。好，谢谢总裁。接下来两位不要走啊，两位不要走，我们有请在这段新建过程当中，我们谢坤德点传师为这栋工程尽心尽力，掌声鼓励。有请谢来，经理。谢坤德点传师。好，我们谢点传师在这半年来为我们的工程尽心尽力啊，可以说啊，真的在我们的总会里面，代表总会啊，在工程进度上尽了很大的心力。谢谢我们谢点传师。接下来是胡点传师，请就位胡水旺点传师。恭喜在这半年来胡点师，也是帮着我们总会啊，在这边建设工程里面尽心尽力哈，尽心尽力。也谢谢胡点传师，代表总会，在这个地方为我们监工啊，谢谢胡点传师。我们也谢谢胡点传师。接下来有一位总工程师督工，汤总裁的这个小儿子汤凯仪啊，在这里面尽心付出，来颁奖。在这20年的岁月，前半段没有参与，后半段不断的帮着我们汤总裁自己的父亲不断的奉献付出，很不容易哈，很不容易。好，我们谢谢黄总。好，2分钟。我们在这里面有一位，大家看到我们在天坛周遭的植树，那些大的树木，那些所谓的落羽松，还有很多的几个大树木，老松、松树，都是由我们一位善心人士黄董事长他的完全奉献付出。这些的植栽，大家看起来好像就是这么简单几棵树，那是经过100万呐，他奉献100万，在我们这个天坛植树又植栽，所以我们今天要谢谢黄董事长啊，在这段时间的奉献付出。好，那我们这边稍微让一下，最后这个时候，请韩老点传师做最后的结语，请领导向前。全体热烈掌声，韩老点传师，掌声鼓励，代表总会做结语。好，我们总会的理事长王总，还有各位分支线的大德前辈，以及我们所有参与的各位点师、各位摊主、各位讲师、各位道亲，感谢你们，因为有你们，才有我们今天这一个盛大的场面。所以我们一贯道在台湾70多年的经营，能够有今天的立场，所以我们应该饮水思源，怀念过去开疆破土那一份的辛劳的各位前辈。所以我们道场讲的是伦理，所以我想我们在座的所有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白杨圣庙里面各位前辈的金身都在里面，所以这就是我们慎终追远。所以今后这一个白杨圣庙，也就是我们一贯道在台湾的一个象征性的一个总部。所以也希望我们今后所有的道亲能够到台湾来的时候，不要忘记这是一个观光的景点。所以今天我们可以感谢大家，也让我们一贯道呈现一份团结协和的大力量。我在这里谢谢大家，也祝福大家，也恭喜大家，谢谢。谢谢韩老点师。好，我们站整齐哈，站整齐。最后哈，那个黄董事长到了没有？黄董事长来，黄董事长请来，由我们韩老跟我们的理事长颁奖，为黄董事长热烈掌声，为我们的天坛周遭的植树你所看到的奉献不容易哈，不容易。好，等还没有结束，有重要事情宣布哈，各位前贤。好，来我们准备好，那个李生请就位。
为我们黄董事长为一贯道我们白杨圣庙所做的奉献，给予怎么样肯定，也给予所谓的感谢，由我们韩老及我们理事长颁发纪念牌纪念奖，贡献良多。掌声鼓励，感谢我们黄青树董事长对我们道场的奉献。好，谢谢。来，我们受奖人员请出列来，一起来哈。好，那这边你们要让一下好不好？你们在旁边拍好，帮我多拍几张一下。来，注意听哦，要准备做结束前要注意听一下各位前贤。每逢今天有很多的媒体记者来，我们共同跟大家报告，也跟所有的行政长官讲，每年的10月份是一贯道海内外所有道亲回到白杨圣庙，一贯道白杨圣庙共同朝圣的月，所以每逢10月就是我们朝圣月。每逢各祖先的前人的成道日，是各祖先回来追思纪念的日子。各位在座的前贤，今天晚上由一贯道总会会把今天媒体记者所报道的新闻短片会发送到我们的一贯道平台，希望各位各主线，当你看到平台之后的资讯，请大家不断的转发，海内外全部转发出去，是道亲不是道亲全部转发出去。我们希望借用今天一贯道总会在汤总裁20年来的心力物力，在总会今天接受的白杨圣庙，共同成为我们朝圣信仰的中心。这个时候要让100万人、1000万人、1万人看得到我们这一栋圣庙，所以今天的媒体记者都会把今天晚上新闻稿在我们有线电视台、无线电视台同时播出。一贯道总会会把它摘要下来，放在我们的平台，请所有的前贤看到以后转发出去。那跳舞怕破一个100万人、1000万人、1万人都看得到我们的画面，各位前贤好不好？好。准备做结束。礼成四班，感谢所有今天的礼成，哇哦，非常开心，有这么多的在线上观赏的前贤们，还有各位慕道的朋友。白杨圣庙落成大典圆满顺利成功，今天的活动非常的成功，诚挚的感谢各组线的前人、领导点传师，还有所有前贤的付出以及参与，感恩一切，让今天的活动如此庄严沉静，在圆满中画下惊叹号。非常感谢天恩师德，从大陆到台湾，从台湾到世界各地，传递着天恩师德，还有传播着大道神圣的尊贵，从无至有，从开荒的艰困到道场的盛况。全体后学们誓愿效法前人辈的修办精神，与时俱进，以贴心为己心，以实质为己志，让圣业永续相传，携手共创一贯道的未来。非常感谢大会职工群以及参与表演的团体，历经数个月来辛苦的策划还有制作节目，更感谢来自各地的前贤热情的参与。你们的出席，你们的观赏，也让本次的活动更增添光彩。今天我们的一贯道祖师纪念馆白杨圣庙落成典礼非常的圆满，我们下次再见喽，谢谢大家，谢谢。在平台1楼平台集合好吗？所有基础道亲赶快到1楼平台集合，黄总领。